南投县仁爱乡珠峰产业道路顶礼拜落大雨，这个挡土墙厝落来，路弥漫严重变形，紧急甲路封起来，影响到当地居民出入。公所评估无法度自行抢修，已经通报县府甲中央请求协助。 受到走山的影响，规段大约长100公尺的路段完全变形，地面的壁损是真深，状况非常惊人。连我们的茶厂或者是这个挡土墙啊，都严重的滑动。珠峰是仁爱乡真重要的高山第3区，地龙甲居民拢要靠珠峰产业道路来出入，即马路断去，造成真大的影响。茶厂都是要过那一条路嘛，下雨的话哈，例行产业道路哈没有通，真的是完全断了。 要拜托政府哈，尽量要改一下这个道路。希望在最快的时间内啊，能够做一个会诊，然后找出一个非常这个对症下药的一个方式来处理。雨水期来进前，若是也未恢复，影响的层面就会更加大。乡公所表示，已经找中央来协助，会伫咧上短的时间内完成抢修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